阮校主你要对阮所讲的所话话，阮求主圣神拍开阮的心，互我会当照安尼去行，会当成做这世界的光景。愿安尼仰望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顶礼拜咱有讲到伫以色列王国伫罗波安在座在位的时阵，伊分裂，以色列分裂一个拆做两个。总是伫迄当阵，咱有讲着讲罗波安伊坚定顺行上帝所欢喜的道路，上帝就坚固伊的国度。总是伊只有维持3年久的时间，伊只有维持3年久的时间。伫3年久了后，当伊强盛的时阵，罗波安这个王阁离开耶和华上帝，最后犹原是行运失败。伫传道书内面有讲3个的手为快快灯，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如果一个信用一个价值观会当维持落去，上好是爱有伴啦。咱特别是咱困难足艰苦的时阵，若有伴吼，甲咱就是三牵手做伙来行的时阵，若要坚持落去就较简单。伫今仔即个经文，咱有看到上帝是安怎和伊的囝子民同在。时时刻刻，定定甲伊引带行正确道路。咱有时可能感觉一个人真孤单，总是咱就爱为上帝甲咱同在，上帝甲咱连结，上帝一定是咱三股合成的绳子其中一条上重要的最重要的那一根绳子，我们要好好的紧紧的抓住。好，即段英文就历代记录，无论是上卷下卷，咱拢知影。老师讲一摆强调，就是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时候，伫罗波安的时阵，一个拆做两个，分做是北国以色列甲南国犹大。北国有10个支派，总是这10个支派的无敬拜耶和华上帝。另外南国在南方2个支派，南国2个支派是有照上帝的律例来做忠心有敬拜的生活。历代记录是写互遐个经历，国家灭亡有收掠到伫巴比伦迄个所在前后，借着上帝应允，国倒转来，重新起造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敬拜方式的一群人。所以历代记录的作者盼望一群人会当伫遮尔大黑暗的中间，会当看到一粒黑明星，会当看到一条行往光明的道路。因为安尼，所以关系以色列王国分裂了后，咱对差不多是即礼拜，还是顶礼拜开始，咱所读的历代记录的即个经文内底，伊安怎来描写以色列王国分裂拆做2边的即个历史呢？即个作者伊就主要注重南国的历史，就是南国犹大的历史，因为南国犹大拄则有讲到。因犹原是照意爱照耶和华律法的迄个根据来做敬拜，来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咱在看历代记录对顶礼拜进度到最后两报的时阵，咱会看到历代记录所记载拢是掠南国最中心，掠南国的历史最主要的记载。所以呢，咱就是。随某咱有看到南国，进前咱咧谈咧王朝的时阵，也知影，南国犹大也有一寡王君王，也是无法度上帝的心意。总是伊规个历史安尼看起来，整个南国的历史看起来，他们还是一群比较趋向愿意朝向上帝走去的一群信仰群体。面对即群重新收掠倒转来，遮伫黑暗中，犹原旨意要超找上帝的人，上帝透过伊的牧师亚撒利亚，南国的君王亚撒，讲话就是今仔是经文的所在。伊毋
若是对亚撒王来讲话，也是对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来讲话。今仔日咱来看一部后壁面，一部后壁面第1节到第2节，第1节到第4节，遐有讲，上帝神临到俄罗的囝亚撒利雅，伊出去迎接亚撒，甲伊讲，亚撒甲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啊，着听我的话，恁甲耶和华伫咧，伊也甲恁伫咧，恁若找伊，伊要互恁找着。总是恁若气杀伊，伊也要气杀恁。上帝借着先知亚撒利雅，亚撒王所讲的即个话的即个时间点，真趣味。先知亚撒利雅向亚撒王在讲这段话的时间点非常的特别。迄个时间点就是亚撒王当带队拍赢一场战事。要倒转来耶路撒冷的时阵，当亚撒王班师回朝，开船班师回朝，凯旋归国，叫凯旋归国啊吼！凯旋归国，当去到伫耶路撒冷城门口的时阵，先知亚撒利雅伊就徛伫城门口迎接亚撒王，甲伊讲即段话，就是拄则咱所读的经文，甲伊讲。恁甲耶和华伫咧，伊也甲恁伫咧。恁若找伊，伊要互恁找着；总是恁若气杀伊，伊也要气杀恁。上帝这段提醒真的是超前部署。咱会发觉真奇怪的代志无？当一个人伫咧成功得胜的时阵，人的心安怎？真容易偏误误解。真容易骄傲、自专，总是上帝伫这个时刻，伫亚撒王班师凯旋归国的时候，上帝的提醒及时临到。上帝替亚撒王提出一个新的方向，新啊，新，新不是新，新的方向呢，就是你的心要归附理解，爱是归附耶和华上帝，来了互听。对伫一个当开船转去的君王来讲，亚撒利雅的伊的即个动作实在是真失礼啊，真失礼。对即个国王，对即阵军队军官来讲，实在是真失礼。那亲像是一个婚礼要进行的时阵，结婚礼拜要进行，新娘若新娘安尼行入来。行入来，到中要停的时阵，共乡有一个人徛伫伊面头前讲：“负心人啊，你吼对当开始吼，你好好做一个负心人，爱吼顺服上帝，顺服你的丈夫，安怎，提醒一大堆物件。一个人会对另外一个人做出提醒，就是对迄个人以后未来的行为安怎无信心嘛。”伊会感觉讲，可能淡薄仔，伊会失措，所以我静静耐心来提醒一下。总是，所以咱就会当看到亚撒利雅这位先知徛伫城门口在迎接亚撒王这个开船倒转来这个军队时阵，伊诚做上帝的牧人，应该袂了解讲，伊徛伫城门口这个动作。是会互人指指点点啊，一定会互人感觉足会爽快。这是啥物？搞不清楚状况，一定会有侪人讲伊搞不清楚状况。总是诚做上帝的牧人，上帝话临到亚撒利雅，伊就一定爱去执行上帝所吩咐的代志。伊一定就爱去讲上帝爱伊所讲的话。所以伫某一个程度来讲，亲像牧师这个角色，也是足个人的角色。大家欢欢喜喜礼拜来调戏上帝，唱诗歌，大家集体安尼兄弟姊妹看，大家足欢喜的。哪会只听到牧师咧讲道，哪会遮歹听？哪拢咧讲我？牧师这下若是甲咧讲我袂爽，心外头不准。牧师拢无讲好听的。这牧师想到
牧师咧讲伊教会的代志。伊讲伊所牧的牧友的迄间教会，有养一甲牧师讲，甲阮迄个牧师讲，甲伊的牧师讲，牧师，你规本圣经你千万就毋通讲哥林多前后书。伊讲哥林多书迄个教会问题一大堆你毋通来讲迄本册。因为阮教会无这个代志，无这个代志，所以牧师你毋通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拢袂使讲。敢有安尼？因为所以牧师这个假是有时感觉像个人嘛。准备主日讲道的时阵，信心的提醒，真歹势，牧师就一定爱讲，无牧师会互上帝拍下床。虽然会互大家感觉真袂爽快。过来，咱讲来看阿萨王的反应，拄则有讲，阿萨王真一想得到胜利，才非常成功，在他人生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段落。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碰到一个人来跟他提醒，说你要怎样怎样，不可怎样怎样。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利的时候都听不太进去别人的提醒。顺利的时候，通常我们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提醒。总是这个阿萨王的反应，伊袂因为家己一时就骄傲，听袂得落，也袂感觉阿萨尼亚伫众人的面前，甲伊下令主，袂阿萨王伊无安尼的反应。一个是代表国家的君王，一个是代表上帝所使用的先知，伫某一个程度的意义来讲，伊拢是领袖啊，伊拢是属于领袖，一个是国家的君王嘛，带领国家的领袖领导者，一边是上帝所使用的先知，伫宗教信仰来讲，伊是属于领袖的角色。总是伫上帝的面前，因彼此顺服，因拢是上帝的牧人。伫马太福音书第10章遐有讲，耶稣讲，学生袂超过先生，奴仆袂超过主人。学生拄着的要害甲老师共款，奴仆拄着的甲主人共款，安尼就到遐。咱是主的奴仆，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伫上帝面前，咱彼此无分别。亲像阿萨尼亚甲阿萨王，虽然因伫政治甲宗教地位的顶面有关有价的分别，总是这个分别伫上帝的面前完全是无存在。当上帝的话语领导，当上帝的号召领导的时阵，就算讲互咱想无法度通理解，咱永远要照安尼来行。对20世纪的末了，在上个世纪末，其实台湾各方面经济上的需要，我们需要非常多的劳工，非常需要多的劳工来投入我们整个经济体系。但是许多的老板啊、工厂啊，碍于成本的考量，所以会引进许多的外籍劳工。根据某个人口学期刊以及行政院的统计资料，从1991年开始，有效核准4000名的外籍劳工。1991年那个时候有效核准大概4000名左右的外籍劳工。大家要不要稍微稍微试着想象一下？到去年1991年才4000名，4000名左右核准的外劳，到去年统计资料有多少人？几万。到去年的统计资料是718000人，718000人的外劳，在这么多这么高比例的外劳在台湾。那我们可以处处听到，有关于外劳的生活状况啊，他们工作的情况，特别是他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常常会成为雇主跟劳工之间的一些问题跟张力。真最头家的人咱拢主人啦，真最头家的人，咱拢不忙咱所请的。
快乐，安怎听话顺服，搁交办代志。主要是爱听话顺服，总是伫基督信仰内面，咱搁袂使要求伤过超过咱本身所会当承受的，因为学生所拄着的，甲老师共款，路我拄着的和主人共款，安尼就够遐。换句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伫即项代志的顶面，咱会看到万行事互相三角效益，互疼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外籍劳工可以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经济上、生活上的便利。它更可以带给我们在信仰上的反省。怎么说呢？这间外劳真最咱的仆人，成为我们的仆人，好像一个仆人的角色。伫起初咱咧请外劳的时阵，一定有真多代志爱磨合嘛，用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因为宗教、信用、语言、文化等等背景无共款。虽然无法度理解咱所吩咐伊的代志，总是因有缘真心真意照安尼去做。他们其实很难，一开始他们很难了解我们所传达的语言里面的意涵是什么。或许在文化上他们也不懂。像之前牧师去缅甸宣教的时候，他说缅甸的步调都非常的慢。他们说，等我们现在台湾的普通休蛋节，可能10分钟叫做休蛋节，总是对缅甸遐人可能1点钟、2点钟叫做休蛋节。所以因可能伫外劳可能无法度理解说，咱是咧歌庆啥物，吼，但是一定需要安尼做嘛，因无法度通理解，因为伊的文化背景无共款。啊，讲因为因宗教的关系，袂当吃。可能对阮来讲，迄是有啥物关系？有这么严重吗？总是对伊来讲是足严重的问题。所以有时啊，因无法度通理解咱主人的要求是啥物，总是因为家己无法度理解，就一直甲主人甲你撸啊，一直甲你应嘴应气，因只有点点咧做，尽量来满足主人的需要。他是因为，这是咱伫信仰顶面会当学习的典范的。因为咱伫上帝面前，咱也常常无法度了解上帝是要安怎甲我讲一句话。咱可能有啥无法度通理解上帝，你是安怎伫这项代志甲我糊掉？这我就袂晓啊，你甲我糊掉，这是上帝你是啥物意思？总是咱拢有时会和上帝应嘴应气，咱有时会和上帝安怎？甲画片安尼，一直咧撸。咱就爱学习外劳因的态度。当咱无法度了解、理解是一个迄个重的时阵，咱有时啊无爱排迄个重，咱无爱互迄个代志到敢好像头抬不起来。我们不想成为一个仆人，好像很凄惨、很可怜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常常把我们训练成一位领袖，自细汉就开始训练咱来诚做独当一面的领袖，要成为主人。总是咱就必须爱伫这么多71万人71万外人的这外劳的顶面爱学习，真做一个忠心服人的态度。咱搁来看第2段的经文，就是今仔是所记在第30到第60。第30到第60，咱来做伙来看一个。第30到第60，安尼讲，以色列人久久无这个上帝，无教是因的祭司也无文法，总是因伫患难的时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来找伊，伊就互伊找着。迄时，处境的人袂得到平安。列国徛起的百姓拢拄着大灾难，国攻击国，城攻击城，拢三毁坏，因为上帝用特样的患难了乱因。这段经文
是用第三人称，我们要注意，这里是用第三人称来记载。这一段从第3节到第6节这一小小段落的经文是在回顾，伊是咧回想一段回顾一段无上帝失去特殊的日子，是段双重回顾。一方面是咧回顾大卫咧设立祭司利未人的制度进前迄个史书真乱糟糟的迄段时间。咱进前咧读史书记的时阵就知影，伫史书伫历的时阵，以色列迄个国家安怎无上帝啦，个人拢照个人的意思去行，迄是一段以色列的黑历史。另外一个方面的回顾咧，是以色列迄个国家被亡受掠到伫巴比伦，失去敬拜、失去上帝律例的遐个日子。所以伫这段经文所历代记录的作者是咧劝解因上帝的子民，必定上帝的子民劝解伊讲，若是离开上帝的日子，只有看到人心的贪婪败坏。一旦离开上帝，我们只会看到人性的贪婪跟败坏。猛兽都还只会为了自己的饥饿去猎食，去残杀牲畜。有时候看那个动物频道，那个猛兽在杀牲畜，杀那些什么比较弱小的，就是他们的生物链比较弱小的一些羊啊、羚羊啊、牛犊啊那种。看起来其实都还蛮残忍、蛮可怜，但是这就是生态循环。猛兽只会为了自己的饥饿来残杀猎物，但是人性的贪婪却会为了永无止境的欲望，任意践踏他人的生命。我们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践踏他人的生命，我们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贪心来践踏他人的生命。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总是在人道考量和经济利益上有很大的，这两边有很大的张力。人道考量就是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有许多一群生命的有机体，寻求共荣、和谐、和平的世界。一方面，在经济利益考量上是堆积欲望的巴别塔，践踏他者，攀向顶峰。当这两边，当人道考量跟经济利益失去平衡的时候，当上帝的仆人转而成为欲望的仆人的时候，那是安宁。那是咱的主人不是上帝，是这个世界的时阵，那是安尼就会造成，今仔是第50、第60所讲的，出世的人无法度得到平安，列国所徛起的百姓永远会拄着。一定会拄着大扰乱，国家和国家三角攻击，城市和城市互相攻击，互相毁坏。因为上帝就的确会用各种的扰乱、患难甲伊扰乱。总是这个患难的起头，拢是咱人性的罪性。那伫即月，咱来到教会参加聚会，就是不断透过上帝的话语，帮助家己放下伫社会顶面的地位，重新找到家己真做国人的迄个身份，透过肢体用间彼此的劝勉甲安慰，时时刻刻保守家己的心，注意注目伫上帝，持续拥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承认耶稣基督才是咱的主人啊！伫主人的十个下面，目前的生活的确有保障，亲像雇工，亲像雇主，亲像雇主高款待好款待伊的雇工。我们找外劳进来，我们会怎样供他吃、穿、住？伊免烦恼食啥物，免烦恼穿无够烧，也免烦恼无所在通住。除了主人所应允要予伊的，还讲侪侪另外的侪侪恩典，都要加添予伊。如果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外劳，
那我们的上帝，请把更多的应许跟恩典都赏赐给我们吗？成为上帝的仆人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那你因为这块的这样子新的秩序，这样子新的国度，是不是很美？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彼此处相款待，就会当成做这温暖黑暗世代真水的一个愿，敢毋是安尼？今仔日的经文短短70多条，总是上帝不断提醒伊的子民，恁甲耶和华伫地，伊也甲恁伫地。恁若找伊，伊要互恁找着；总是恁若去杀伊，伊也要去杀恁。伫患难的时，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来找伊，伊就互因来找着。耶稣也讲，来求会得着，找会找着，敲门就甲恁开。对旧约到新约，对创世纪到启示录，对起初到末尾，上帝应允拢永远袂改变。所以咱搁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70的经文，今仔日上帝的话讲，当恁着勇行，恁的手唔通软落去，因为恁所做要得着报酬。恁所做要得着报酬。面对生活顶面有侪艰难困苦，咱的手真容易软落去，咱真容易陷落伫一个负面的情绪的下面。若是有拄着无爽快的代志，一定拢是别人的问题，一定拢是别人的问题。咱会怪这个怪迄个。事实咱若清楚咱是牧人的身份，就知影咱所需要的一切，咱的主人。早就已经备办好势，早就已经替咱备办好势，咱就爱心存盼望、耐心来听候。当咱的主人，当咱的上帝将一件真艰难、真困难的任务交伫咱的手头的时阵，当咱的主人将一段真沉重的生命旅程伫咱的面前来展开的时阵，咱要安怎来承受、来赶过这艰难困苦？其实咱的主人都已经算过。就好像我们会派人，我们如果有请外劳，你会派他，你派一班代志，在某一个程度上，就是你对他有信任，你觉得他可以做得到。在各种考量之下，咱讲敬雄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说有一些主人是派班台。外劳的吼，咱就卖讲，正常咱亚基督徒的信用来看，我们会派外劳做事，那些事情一定是我们认为他可以担当得起的。好，咱再还予伊做一项代志。若是伊知影讲伊可能无法度，咱就会甲斗相共，迄就是讲咱是捡来家己做者。所以咱就知影，当主人，当咱的上帝，当咱的上帝将一项任务，或者是一个真沉重的生命旅程要交代予咱的时阵，上帝拢算过啊。咱所会当拍的代价，上帝拢算过。耶稣真清楚是一家会见小甲迄个那个重量。当耶稣将这个重担要交托咱的时阵，伊的确也一定会将对死搁活的大困难。已经替咱备办遍啦，徛伫咱人生的是一个面前，咱要做啥物选择？徛伫咱人生的是一个面前，咱要做啥物选择？是选择和犹大共款出卖耶稣，将一切无合着伊心，无法度通理解遐个代志，拢去怪耶稣的顶面，照家己的意思来行。啊，是要亲像遐伫十字架边仔，真堆心肝遐负心人，犹原安静伫十字架边仔听候。咱要选倒一种？我们是要成为犹大，还是要成为那一群耐心等候的妇人？咱要行做倒一种目前相信答案，
伫咱的心头也一定真清楚。伫咱是上帝话，搁一摆提醒大家，恁着勇行，恁的手毋通软落去，因为恁所做要得到报赏。伫即个纷纷乱乱、黑暗诡异的世代，毋通轻看家己伫即个风雨的中间，靠着主往前所迈进的每一步，在暴风雨中，在非常非常大的台风的风力当中，不要小看自己可以往前的每一步。即使你没办法往前，你在那边挺住，你在那边挺住，也是值得喝彩。在暴风中，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挺住，即使没办法往前，但是只要挺住，都是值得喝彩。咱伫主内面，主伫咱内面，伫咱内面比这个世界搁较大。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爱学习，诚做领袖甲牧师的角色，爱自由的切换。我们在领袖跟仆人的角色上，我们要自由切换。当咱公共的时阵，就爱像主耶稣共款，服侍别人，亲像领袖带领引带软弱的人，搁徛在，搁回到上帝的面前。总是当咱软弱的时阵，也着爱亲像主耶稣共款，谦卑顺服，安静伫天父上帝面前来祈祷，来敲吹，亲像一位牧师敲吹伊的主人的叫命，并且甘心顺服上帝伫咱身上所做一切安排。咱知影主耶稣伊是祭司，伊是君王，无论是政治的顶面，还是伫宗教顶面，伊拢是领袖。总是，伊也是因高，伊献业伊做者，退赎世间人所有的罪过。伊是牧师，耶稣是领袖，伊也是牧师。所以咱是伊的学生，咱也应当会当是领袖，也会当是牧师。咱无互家己的欲望来压制、来控制，这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所应该爱有正式的自由啊！咱同心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呼召阮成做这个世界黑暗世界的光灯。虽讲咱所会当为主做，看起来真理性；虽讲咱会当为主做，为主所坚持的，看起来也真小看。总是咱。感谢主的呼召，互咱确实会当伫即个黑暗的世代，成做一支即火，为荣光互上帝，奉求圣神继续帮助阮。阮安尼祈祷仰望，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